花莲县政府试办市区的公车路线，特别规划一条直接会当驶到县政府的路线。对8月开始呢，伫咧火车头前的转运站出发，直接到县政府，一天有9班，拢是免费的。为了鼓励民众尽量坐大众运输工具，花莲县府今年试办6条公车路线，其中5条伫4月份已经开始运作，上尾一条办公专车会伫8月份启动，每礼拜1至拜5会配合火车的车帮。免费提供9班车往回花莲转运站甲县府。从每天的早上8点从转运站发车，那下午5点40分从花莲县政府的正门口发车。那这个路线我们是希望有到县府洽公的民众啊，他这个时间有搭配台铁的火车的时间来行驶。这条办公路线的公车是直头的，对伫县府上班或者是往回美仑地区的民众来讲是真利便。亲像配199通行月票坐火车去到花莲站了后，再搁搭免费的办公专车去县府，一个月会让省袂少车钱。那可以减少我们自己开车的一些路程啊，而且也可以舒缓整个县府的停车空间。我是住在花莲的人，他们来花莲可能只是短暂的办理的话，就会很方便。最起码他们不用还要烦恼那个搭计程车的问题。不过，花莲的公车因为路线的范围伤宽，营运成本悬，业者经营困难，嘛致使民众坐比例无济。县府强调讲，今年重新规划几啊条路线，都是要调查实际上民众坐的反应，来检测未来开新路线潜在需求，嘛提高民众坐大众运输的意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